政府用行政的命令开放美国猪牛进口，引起在野党立委的不满。打来有转圜的余地咯，因为国民党、民进党共同来提案，甲开放美国猪牛为备查改做审查。行政院长苏贞昌、卫福部长陈时中拢表示尊重，讲互民众多了解一寡，嘛是应该的。 民进党的总调瓜建明一个人来到国民党总调林维洲，佮有其他国民党立委的身边，双方看起来非常欢喜。反正是美国猪肉牛肉行政命令到立法院要对比查变作审查。立法院要怎么进行，我们都尊重，也不反对。备查改为审查。我想立法院他的决议我们都尊重嘛多一点讨论也是很好的可是会担心明年元旦可能如果因为审查而耽误到时间开放吗？我想都尊重这立法院嘛行政院卫福部态度拢放较软啊，安尼行政命令到立法院就干那会使审查，若是要调委摆案，可能阁无法度。国民党立委蒋万安拄好抢到未复调委，若是争议不断，恐惊会阁开始修正。我说你要表决也没关系民意大家都支持，说这个要审慎。我相信这个部分我们必须去面对。 反正嘛惊纾困的预算无效率，国民党立委阁来霸占主席台，立委真罕得有共识，苏贞昌嘛要好好来准备。